聖經士師記10章12節，西頓人、亞瑪力人、馬雲人也都欺壓你們，你們哀求我，我也拯救你們脫離了他們的手。呢度神再列出多幾個外邦嘅民族，西頓、亞瑪力、馬雲呢啲嘅外邦民族曾經都欺壓過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都求告過耶和華，耶和華都拯救過佢哋。不過佢哋喺順平安嘅環境嘅裏邊，佢哋忘記咗神嘅恩惠。有時候我哋紀念神嘅恩惠，唔係淨係好籠統嘅話一啲嘅嘢，係真係好仔細嘅講邊件事乜嘢恩惠，述說神嘅恩典，神嘅恩典樣樣都要數。呢度俾我哋見到神特別提到呢啲外邦人嘅民族嘅名，提醒以色列人神曾經拯救過佢哋，唔好忘記神，依靠神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